歡迎收睇期貨決勝。今日請嚟兩位專家嘅，我哋匯市方面揾嚟就係 ATFX 亞太區首席分析師林明天 Martin。咁至於商品期貨，我哋揾嚟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譚家康 PS 嘅。Hello Candy。大家好。好，咁特朗普咧上個禮拜五突然警告咧，6月1號要加歐盟50% 啲貨關稅啊！點知今朝咧有新嘅發展啦嚇，咁啊喺同歐盟主席馮德萊恩通話之後咧，特朗普就宣布壓去到7月9號咧先實施嗰個關稅嘅咁。咁啊 Martin 見到歐元即刻就反彈啦咁。咁啊問題係咩咧？而家你大家都知道嘅嗰個關稅問題咧，真係反反覆覆噶嘛，係嘛？今次可能歐盟就同特朗普咧傾到啲嘢翻嚟，咁啊歐元咧就即係一度咧就突破翻咧1.14呢個水平嘅。其實如果你睇佢哋上個月底咧1.15個高位，就係差好少嘅咋。究竟今次如果真係順利達成個協議咧，歐元嘅前景係咪真係可以睇好咧？咁樣咁如果再上望嘅，係咪真係1.15突破都話唔埋咧嚇？阿 Martin。咁當然啦，就係話1.15暫時係一個目標嘅位置啦。咁但係如果參考整體成個情況嘅話咧，咁上一次嘅歐元去到1.15咧，亦都要配合咧就係美國嗰個有個減息嘅預期啦，甚至乎講緊咧美國經濟可能出現一衰退嘅情況。咁所以如果單純今次可能今朝早就係話嗰個關稅嘅延遲嘅話咧，其實就可能未必有一個足夠嘅動力咧，可以推到個歐元咧係可以上到1.15或者突破呢個位置。咁最關鍵嘅就係話我哋會睇到咧，就係話而家只係一個延遲啫，實際上嘅談判仍然係未有結果嘅。咁所以如果咧喺呢個關稅問題仍然係擾攘嘅之際嘅話咧，對於歐洲嗰個經濟壓力咧仍然係會存在啦。對於呢一啲可能商業活動嚟講咧，都係會有受到影響啦，甚至乎阻礙咗呢個經濟嘅增長嘅。而換一個情況就係話，歐洲央行咧積極都係睇緊咧，留意住嘅就係話，而家目前嗰個歐元區嘅通脹情況以及經濟增長情況，咁基本上咧佢哋而家暫時咧都係對於呢個關稅嘅問題咧表示出咧就係話對於個歐洲嘅經濟咧唔係太過樂觀，咁所以亦都有一個預期減息嘅情況。所以如果喺呢段時間裏邊關稅呢個咁關鍵性嘅問題仍然未解決嘅話咧，大家都可能會預示咧嚟緊嘅經濟咧都會繼續有個放緩情況下咧，咁減息嘅目標咧亦都可能會係增加嘅。咁所以諗歐元嚟講咧都會受定一定嘅障礙。咁所以如果今日嚟講咧，基本上係受住一個叫好消息去刺激咧，帶動呢個歐元上升去到目前呢個位置。咁但係要進一步上升嘅話咧，真係要睇下有冇其他嘅因素。不過如果短期嚟講嘅話咧，可能亦都可以參考今個星期裏邊咧，美國嘅關鍵通脹數據 PCE 啦，咁呢個數字嚟講咧，而家市場預期咧，亦都有機會咧，就係話係有個放緩嘅情況。咁如果係通脹嘅情況係有個回調嘅情況嘅話咧，咁大家可能咧推動佢估計咧，就係話呢個美聯儲方面咧都有機會減息嘅情況提前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可能會左右住美金嘅上升，咁就可以承托住呢個歐元嘅匯價向好嘅。咁但係整體而言啦，暫時嚟講去到1.15呢啲位置啦，我諗歐元嚟講咧嗰個上升幅度咧都可能會受到限制，有機會做翻一啲回調去到1.13嘅。好啊，嗱，美股今晚就冇市嘅，但係個匯市繼續 trade 嘅。嗱，呢一個即係暫緩啊，歐元嗰個貨品徵收稅呢個消息咧，利好到歐元，但係反為見到亞洲時段早段咧，美匯就失守99嘅，跌到落去最一個月嘅低位咁。咁阿 Martin 嗱，如果你歐美最終即係好似上次咁樣咧，係可以暫時休戰啦，係嘛？同中美一樣暫時休戰。其實照計，如果係咁，其實兩邊都有好處啦。咁啊，究竟美匯嚇今朝嗰個跌法咧，個點樣去解釋咧？佢仲跌多咗嘅喎，究竟反映緊啲咩嘢啦嚇？某程度上咧，我哋睇到咧，今次個美金嘅下跌咧，睇到就係幾方面嘅。第一就係話，一來我哋見到歐元上升啦；第二就係話睇到其他歐洲貨幣，包括英鎊啦。咁呢個上升嘅情況嘅幅度咧，亦都係比預期較大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將嗰個美匯咧壓得更加深。咁另外就係話，而家有一個避險情緒，以及咧就係話加息嘅預期嘅日本央行啦。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有個令到日元咧，即係話三大主要貨幣咧都出現一個叫做上升咧，而令到今次嘅美金亦都下跌。咁亦都換個情況就係話市場對於嚟緊嗰個美國關稅問題咧，可能冇咁大啦。咁大家對於市場上嘅美金需求咧，亦都係冇咁多嘅。咁另一個角度就係話，大家都越嚟越擔心咧，就係美國嗰個財政問題啦。如果財政問題仍然係持續擴大嘅話咧，大家對於個債券嘅信心啊，甚至乎整體美國經濟信心都會受到影響。咁所以短暫嚟講，我哋見到嗰個美金下跌嘅幅度咧，比預期更大。咁但係市場亦都可能喺度消化緊啦。一來就係今日美國冇事啦，第二就係話英國方面
面都冇事嘅。咁所以我諗今日嘅睇法咧就未必會太大嘅變化。咁但係我要睇下咧，聽日去到亞洲入到歐洲市嘅時候咧，咁嗰個歐洲嘅市場個反應會唔會比較突出啊？因為始終頭先你都提過，就係今個星期嘅美國通脹數據 PCE 咧，亦都預期唔係太好，咁所以咧令到美金係有機會進一步要挑戰下次上次嘅低位98.02嘅。好啊，Piers 嗱，金價點睇咧？即係你關稅嘅消息咧，即係當你動盪嘅時候咧，個金咧就又有啲錢入去嘅。咁當你有翻啲好翻啲嘅消息啦，見到金價喺亞洲時段咧就輕微落翻些少嘅咁。咁其實對於啲黃金投資者嚟講咧，其實特朗普啲消息咧近排真係令到啲金價咧就即係來來回回咁樣。咁啊喺個區間咩咧3250啊3400呢個區間嗰度上落啦。咁係咪短線Piers 其實玩呢個區間其實都 OK 啦嚇，始終都走唔出啦嚇。係啊，的而且確咧，特朗普呢一段時間嘅即係出招咧太頻密啊，令到咧成個咧唔止金市啦，全球環球股市都俾佢撳住嚟玩啦。咁啊，而家呢段時間突然間又話將歐洲呢一個嘅關稅又延遲啦，咁啊好似咧即係好似一日唔夠咁，你又驚得滯咁啊，即刻咧就收翻咁啊，個感覺都有啲意外啊。咁啊，因為上次其實通常都有一段時間去發酵啦。咁啊見到金價咧，其實而家咧有一個收窄三角形啦，咁啊由高位歷史高位3500附近啦，咁啊而家去到而家現水平啦，咁啊其實原本咧今日如果即係冇呢一個叫停呢一個歐洲關稅嘅話，相信咧黃金應該再上方噶啦，咁啊至3400，咁但係而家咧突然間亞洲市啊回翻落嚟啦，咁暫時就形成咗呢一個嘅三角形，咁啊下方咧大概咧就3200附近啦，咁啊而家呢個時間咧其實有先前咧討論好多咧利淡黃金嘅因素咧，突然間咧又好似唔見咗咁樣。咁啊，明明咧關稅啦，即係先前你見到中美關稅搞掂咗啊嘛，覺得咧應該都 OK，咁突然間就話要搞咧呢一個Apple 啦，搞 Samsung 啦，咁啊跟住又要搞歐洲啦，咁所以令到件事咧又再次升溫翻嚟啦。咁啊，至於佢咧先前覺得一定搞得掂佢嘅好朋友啊，呢一個普京咧，而家咧喂好似失控咁，又射飛彈去呢一個基輔。咁啊，見到咧啱今日咧就特朗普接受啲媒體訪問啦，人哋問佢喂點解你搞唔掂你老友啊？咁但係其實佢都有啲即係有少少即係失咗方寸啦。咁啊都未必掌握到件事。咁所以令到而家呢段時間咧就嗰個走勢咧就原本消失嘅因素又再次出翻嚟。咁我哋自己望下啦。如果突破咗呢一個三角形咧，先望3400蚊啦。如果穿咗嘅話咧，應該咧就仲有一段路上啊。咁啊有機會甚至破埋歷史高位。咁暫時嚟講呢啲因素咧而家都仲需要跟進，都好難講話咧有能見度就比較低嘅暫時。好啊，咁啊其他貴金屬點睇咧？因為最新德意志咧就唱好白金同埋鈀金嘅，話個理由係咩咧？話相對金價佢哋就平咁樣，但問題係點解平都要理解下個原因啊嘛，係咪啊？咁啊因為拍埋金價其實好多嘢都平啦，咁啊但追唔到翻上嚟啊嘛。咁如果你就用平呢個原因，係咪就吸引到資金去追呢兩隻貴金屬咧？其實呢個方法咧，如果咁跟住嚟做嘅話咧，就應該今年咧呢兩年咧嚟講呢個投資回報咧都應該唔係幾滿意噶啦。因為畢竟咧呢兩個貴金屬咧其實都有佢嘅實際嘅剛性需求啦。咁啊通常咧都係工業用上邊。咁啊畢竟呢段時間咧嘅呢啲汽車業又唔理想啦，再加埋關稅之後咧，令到咧整體嗰個咧情況咧都係即係麻麻地啊。咁啊，其實兩隻咧冇分別咧，白金同鈀金咧喺呢一個出產上邊咧，大家咧都話咧其實係呢兩年咧都係出現一個赤字嘅，即係意思咧即係個供應咧係追唔上個需求。咁但係咧個價格都唔升啊。咁啊主要就係頭先嗰個情況啊，因為咧整體個需求咧不斷萎縮啦，用以前嘅量度嚟講咧就應該咧供不應求，但係咧其實因為需求嘅收縮之下咧，就令到佢回咗落嚟啦。咁啊依家呢段時間咧，其實呢段短時間咧5月中嘅時候咧，兩隻咧都有個反彈喺度啊。咁但係咧就見到咧白金咧個上升咧都仲話長少少，但係鈀金就已經回翻落嚟啦。以白金嚟睇咧，其實暫時嚟講咧已經好挨近咧呢兩年咧比較高嘅水平，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啦。而鈀金已經回翻落嚟啦，咁而家望嘅位咧已經係980幾嘅位置啦。咁啊，之前有一段時間咧喺呢度橫行突破完之後，睇下有冇機會咧跌翻落嚟咧有個反彈啦。如果唔係咧，又會行翻咧呢兩年嘅橫行嘅區間嘅格局啦。
好，咁啊，仲有地緣政治因素都會左右住。啱啱阿 Piers 都提過啦，嗰個金價走勢嘅咁樣。如果你講嗰個俄烏停火談判咁樣，係咪真係可以順利舉行咧？咁啱啱就互相交換咗戰俘之後咧，俄羅斯又不停又繼續炸烏克蘭啊。Piers 都提過嘅咁樣。咁啊，黃金就係一個避險資產，所以就跟住呢啲消息走嚟走去啦。另外一個比較波動受呢啲消息影響，地緣政治消息影響咧，尤其是嗰邊嘅影響咧，就係歐洲嘅天然氣咁樣。咁啊，據報咧，歐盟咧考慮加大對俄羅斯嘅制裁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兩國嘅談判其實都有啲暗湧嘅。如果真係嗰個俄烏談判係有進展嘅話咧，其實對歐洲嗰邊嗰啲天然氣供需關係咧，會帶嚟幾大影響咧？阿 Piers， 你會點樣去評估咧嚇？其實咧，即係自從打咗俄烏戰線嘅時候咧，大家都即係覺得因為咧美國歐美同咧俄羅斯咧就發出制裁啦，就會唔買佢啲嘅天然氣啦、能源啦，就減少依賴佢哋啦。咁但係其實特朗普上任咗呢百幾日咧，其實都公布咗好多資料話俾大家聽。喂，原來咧歐洲講就話咧要制裁俄羅斯，但係其實咧一直咧喺暗地裏邊咧都係依賴住佢哋嘅能源啦，而咧買佢嘅數量咧仲要咧比先前打仗之前仲多，咁所以呢件事，即係你話歐洲話去制裁俄羅斯咧，我感覺咧就即係我哋唔好咁樂觀啊。咁但係咧喺能源上邊價格上邊咧，我哋要值得留意咧，反而就翻去關稅嗰度啊。點解我會講話關稅係關鍵咧？就因為而家即係頭先你都提到關於歐元嘅問題啦，即係對歐洲增加50% 關稅，雖然 postpone，但係咧嚟緊咧都係要傾噶啦。但係個傾嘅重點係會喺邊一度咧？就會將會係咧呢個美國嘅天然氣。究竟歐洲咁見到你仍然都依賴俄羅斯嘅能源啦，會唔會因為喺關稅上邊嘅拉扯，令到咧帶動咗咧呢一個歐洲咧多啲國家咧用美國嘅天然氣啊，或者甚至石油上邊都用多啲咧？咁呢一個咧將會影響住個價格啦。咁暫時嚟講咧，雖然咧而家有個反彈啦，咁我哋量度翻幅度嚟講，基本上你企穩咗38蚊嘅話咧，先好咧再諗上啊。如果唔係咧，基本上都係向下行啦。暫時嚟講咧，呢個將會係我會 focus 嘅點啦。暫時我仍然都係覺得咧，佢橫行啦，大概32至38蚊range 為主嘅。好啊，今日同Martin 咧跟進下加拿大元以及係油價啦。咁啱啱我哋傾到就係歐盟可能會加大制裁俄羅斯咧，其中一樣嘢可能就會針對佢嗰個油價 set 嗰個上限咁樣。咁啊見到國際油啦，咁啊60水平嗰度上上落落，紐約油嗰度邊度唔大嘅咁。咁始終你睇下背後咧，仲有美伊嗰個核協議憧憬撐住啦。咁阿 Martin 點睇咧？如果你睇加元，一定要睇埋個油價。咁上個禮拜都表現唔錯嘅 G10 當中咧，表現第3好嘅一隻貨幣，升咗1.7% 嘅。咁近排加元咧都跑贏嗰個油價，究竟個原因係喺邊度咧？阿 Martin 不如同我哋解釋一下。嗱，首先咧，我哋睇到加拿大咧嗰個關稅嘅情況咧，其實而家都係仍然談判之中啦。咁但係咧，對於喺之前較早前嘅一啲關稅政策裏邊咧，而家暫時佢哋得到一個緩和啦。咁所以咧就係話市場上邊對於加元嗰個下跌咧，都有個叫走落後嘅情況。咁憧憬咗而家咧就係話有機會係參考其他嘅國家咧，有機會嚟緊都會有一個即係暫緩啊，甚至乎可能降低呢個關稅嘅情況啦。咁大家都睇翻好咧呢個加拿大元嘅。咁第二就係話頭先一路提及過嘅就係美元嗰方面嘅一啲走弱嘅情況咧，亦都係支撐住咗嗰個加元嘅上升。咁所以相比之下咧，油價咧就係獨立咧去睇翻就係話最近嘅一啲油組嘅增產嘅情況啦，以及就係話核協議嗰啲相關嘅情況。咁兩者嚟講咧，都係暫時咧都係推弱咗呢個油價嗰個上升嘅動力，甚至乎發展嘅。咁所以咧，如果喺而家目前嚟講咧，我相信咧就係加拿大咧市場嘅投資者咧都係睇住佢哋嚟緊嗰個經濟狀況啦、關稅嘅狀況啦，會唔會得到一個比較更加好嘅改善而推升翻呢個加元？咁但係油價方面始終都會受住頭先我提及嗰兩點啦。咁但係另一個方面嚟計咧，油價可能會繼續進一步會有一個受阻，甚至乎可能回落翻嘅情況咧。最關心嘅就係話對於關稅上邊影響嘅原油需求啦。唔該晒 Martin 同埋 Piers 嘅，咁我哋期貨結算嚟到呢一度啦，參與時段亦都嚟到呢一度啦。